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纪丽丽。也按当年的呢，大家接讲，要来利用空间，还个要有活化嘅一个想法，向下创造出一个新嘅共享价值，为老嘅空间寻到新的路。今边就会邀请乡亲朋友向下来关心看下一件动动的进行、动动的改造嘅一件设计嘅案例。大家向下来问看下，一个老空间留佢保留下来，改造过后会有乜嘅新嘅用嘅？今日要同大家向下来去到新竹市政府选嘅一个东门市场，先为大家来小嘅今日嘅特别来宾，头的是新竹市政府产业发展处的市场管理科科长尤伟忠尤科长。大家好，大家好。清华大学科技部跨域治理计划的共同主持人李天健李老师。大家好，大家好。还有这位年轻朋友呢，是来自于清华大学服务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同时也是开门工作室的创办人洪伟，你好。大家好，大家好。还有发动改造台北龙山寺旁边的新富市场非常重要的推手，他是来自水月设计的创办人周玉如。大家好。乡亲朋友啊，你听说有第一个台北有西门町，韩国新竹没有西门町呢？你那片哦，其实就系头新竹市政府选嘅一个东门市场。头摆呢，一个公景清好，唔过呢，也按当年来一片嘅胜利，冇像头摆按好嘅公景数涨太麻。而且透过上下嚟嘅样片，叫下带来去了解看下东门市场一下嘅情形。地形做 Q 上企业中心，对于从日本苏北到境内东门市场，我为定点演都系重点，东江上房了一定闹热。不过行业市场都好，系全部通用嘅气氛。透过系地标胜利东河，拢做到10点8、9点，你看3、4点、4、5点是冒烟呢，礼拜没冒烟。大家都说是停车位的问题啦，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一直这样这么没落，都没办法整顿起来。我按当年呢，建来建没落嘅东门市场有571个摊呢，使用呢栋台加上2楼、3楼做啲高度关系到嘅，现在位数刚好又系地上3层、地下1层嘅建筑物，大层有3000平。5、6年前，民间汉子上爱指盼都市建设，老期去做商业态了。市计划分区都是3个区，但是因为这边整个事实上不是比较非常困难，刚好是被邻近的那个店铺所包围。那如果包围的话，我要去做督督，难度非常高，因为这不是只有市政府的地，还有旁边，包括中正路那些那些商家，很多人，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做生意，那你要都更的话，你要有它的替代性，要有安置方案，因为他们要维系他们的生活。东门市场成为都市建设唔少，甚至到啲金华企业市场进来建 Q， 进来建门路，一直到清华大学后生嘅路基，一场有嘅变化。看过去整排铁门都是关着。那我们就想说，如果说把这个闲置空间门一个扇扇都把它打开来，让大家就是可以使用，要让市场活起来的话，应该会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它并不是这个拆掉重建，而是在既有的原貌里面展现出新貌，能够带领东门市场走出一个可能性，而且又是各个相关的人都能够期待而且乐见的。这件事情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将要前进东门市场嘅重要韩国驾车，同路市场同台商签到新嘅基地，也叫后生年落去，拨去加添怎样呢？同改变市场嘅开始係。我们搭乘时光机，透过老照片呢，一起来去看当时日本思维嘅下呢，东门市场就起好嘅，公司就看得到，也系东有一个实用式建筑嘅市场，在市井生活当中呢，它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后来随着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民国66年的时候呢，这个市场它改建了，改建成什么样貌呢？改建成有地上3层、地下1层的这样的市场，它是一个综合型的市场，而且呢，你会发现它卖的东西非常的多样化，因为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商场，有卖生鲜，有卖蔬果，甚至呢，在这个2楼还有卖古董，很特别哦。因为在当时新竹市它是一个古董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非常的活络，所以有人就称它是新竹的西门町。
不过呢，它后来随着时间的改变，以前这个是新竹第一座有手扶梯的市场，过后就渐渐的闲置下来了。甚至呢，现在我们有个数据就是有60%的店家是没有营运的。目前只有1楼大概是维持正常的营运状况是比较正常，其他的楼层都是大门深锁。所以你会发现呢，60%的闲置空间这样子萧条的情形之下，它慢慢就造成一个治安的问题，甚至成为犯罪的温床。之前呢，在议员就有质询过，这里怎么会从以前一个这么热闹的地方，后来会变成甚至有通缉犯，甚至吸毒的人藏匿在这里？这会不会造成一些治安上的问题呢？难道市政府他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吗，科长？有关这个东门市场，我们知道它是大概在1900年左右，那是由这个当地的一些士绅或者是一些当地的居民。那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商业的聚集。那由于它是在我们一个旧城区的中心，所以它的地理位置交通会是非常的方便。是。那一直到民国66年的时候，当时的县府有把它改建成一个地上3层跟地下1层的这个大楼，也设计了571个摊位。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摊铺位的这个状况，其实在1楼、2楼、3楼都是以铺位为主。对，他卖很多东西，还有生鲜区，然后蔬果区都有。是。那什么是铺位呢？铺位就是通常我们讲摊位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这个状况，像是有摊架的状况。那铺位的话，它可能有铁门，那它可以在这个一个独立的区域，那它可以来做它的规划，那也可以让它的营业时间可以比较晚，那里面可以放比较多的生财器具。所以他人可以住在里面吗？这个空间里面？按照我们法规是不允许住宿的。那当然，你如果事实上当然可能会有些人营业到比较晚的时候，他在里面会有休息的状况，这个事实上是有可能。那因此，这个571摊当然生意就不像过去这么好，因为又由于我们这个是以铺位为主，如果有一些摊位它是没有在经营的状况之下，他可能就把铁门直接拉下来。铁门直接拉下来的状况之下，就会让这个空间看起来是相对阴暗暗的，相对阴暗、相对封闭。那这个状况就是会有个外部效应。当你附近的摊位如果是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也没什么生意好在那里做了。对，因为这个消费者他可能就会不太愿意上来。那长此以往，所以现在的东门市场，它的1楼的营运状况是相对好，但是2楼甚至3楼，它由于变成一个像死角的这个状况，所以消费者一般来讲他是比较少会去3楼这边来做消费。那也因此，它可能我们也担心它会变成一个犯罪的温床，那或者是像现在冬天比较冷，偶尔就会有街友来这附近。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当然是要加强管理，但是这个部分由于这个571摊这个量体事实上是非常的大，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这个活化计划，也就是希望在引进年轻人、引进年轻族群来我们这个市场的3楼。那一方面就是将年轻族群的一个新的这个创意引进，那作为生产者，这个年轻人他有一个新的创意。那另外，他也是一个潜在的消费族群，因为年轻人会有同学，或是有他商品的习惯的消费者。那也希望说可以开创这个消费族群，那逐渐让这个东门市场的状况可以改善。可以活化改善了。请教观众朋友好了，只要它是这样的状态，大家愿意去到这里，可能购物或是买东西，停留在这里吗？现在有一个活化计划，就是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年轻朋友伙伴进驻到这里了。宏伟，我们怎么会想要来到这个地方？难道这样大门深锁的状况，我们首先它是我们一个进驻的一个首选是吗？现在对我们以开门公司在着手这个创业基地的这个计划来说，我们选在3楼。那我们选在3楼，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这个做法、这项计划到底有没有办法对于市场未来形成一个就是新的生态链。那我们这个计划势必会影响到市场目前的一些生态，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它建置在一个对目前不管是居民或是摊商影响最为小的地方，所以我们选在3楼的闲置区域。那意思是说，未来就算不幸的我们如果说没有办法延续下去，那对于这个市场目前的生活形态影响是最小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先考量现有的规模，我们先试着从3楼的一小区域开始建置，一小区一点点。对，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区域可以当成未来的活化模组，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模式可以成功，那也许这次我们规划，比如说20个摊位，那未来如果说有相应的资源进来，我们可以把往外扩散。
那甚至影响现在摊位一起来，就是针对某个共同的想象去做努力。点线面开始不同的方式来着重哦。那我们来看到东门市场呢，你看它在一个这么好的位置，城隍庙就在附近，而且呢新竹市政府它就紧邻新竹市政府，它是在一个商业发展很热络的地方，临近市政府，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可以说是精华地段。但怎么后来会变成这样子呢？命运大不相同哦。所以呢，这里的摊商呢，当然不愿见这样的状况。过去在4年前的时候就发动了都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东门市场走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有一张小小的公告贴在大家的门上面，就是曾经在4年前，当那边的摊商、那边的民众想要发起都更，所以大家不是要看到这个市场继续颓废、继续闲置下去，大家希望它可以有新的活力，所以发动了都更。那可是呢，最后却是因为很多的状况，这个都更最后是告吹。那现在的摊商怎么想呢？我们来去听听看大家的心声。假如说要让它发展的话，是要让它都更，但是市政府的那个配套设施要做好，因为这个摊户太多了，他要都更的话，可能没那么容易。都更如果可以让这个市场边看后的边喊看后，当然是很好啦。当然最基本的要保障我们这些摊贩的权利，就是整顿啊、油漆啊，整个清洁工作整个做好。然后把那一些空的那个空间把它补齐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想不出什么原因，那个可以带动什么人潮。说实在，可能真的这个旧了，所以真的我觉得政府要有一个新的想法，说看要怎么样重新规划，然后让人潮可以进来。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去路了。还是我们年龄也多了哈。忙多了，就是这样的，一天过一天。等机会来的时候再来。什么机会呢？他们说要都更了，还不晓得的。大家在等一个机会哦，到底等什么机会呢？4年前，当时发动了这个民间自办都更，可是最后因为很多的力量影响，甚至呢商业轴心开始东移了，它很多的造成它没落的原因，甚至刚刚有人听到说停车位根本不足，所以没有人想要来东门市场玩，所以很多状况造成它越来越不好，每况愈下。大家想要透过这个都更来赌看，赌一把有没有可能呢？当时希望可以把它规划成21层的住商合在一起的大楼，甚至有这个房市专家就预测，有可能这整栋都更，这整片呢把它都更起来，有可能会带动这边的房市可以增长。但是呢，这整片下来，你会发现呢，这中间的范围才是东门市场，可是旁边它是不是有其他私人产权的土地，造成这整个都更案子其他的变数呢？所以最后这件都更案子最后宣告不成。所以呢，这个科长他最后宣告不成哦，难道是大家不想要他有一个新的样貌吗？甚至是说，刚刚也有人想哦，赌看，甚至我们没有后路了，是不是可以透过都更来看到它新的发展？难道大家不想吗？当时这个是民办都更，那它是由民间公司来做发动。它这个公司是有跟我们的都计单位这边有做过一个算是非正式的这个接洽。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对他们的方案大概也算是清楚。那由于这一整个街区里面，它大部分是商业区跟市场用地，那当然我们的市场是在中间，所以我们当时如果说都更可以成的话，其实要考虑到几个因素。首先是我们的摊商。那它安置需要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本来东门市场人要叫他都更，要移去哪里呢？是。那据我所知，就是在这个民间公司他在处理都更的想法里面，曾经有想过说他用半施工，也就是说他一半的地方先做施工，那另外一半的地方先让摊商可以安置在那边，那届时等到另外一边大楼完成之后再来做调整。那但是由于这个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牵涉到摊商，也包括周边的住户。那由于周边的这个住户大部分都是以透天全栋为主，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意见比较分歧。由于他们的就是有些地方它的由于声音不错，那所以它的诱因可能不见得那么的强。那或者是由于这旁边的建筑其实也是有一些年代了。那据我们所知，有一些住户由于这个房子是他祖先传下来的。所以也会在里面有一些成长的回忆，或是父母亲的回忆等等。不想要这样就被拆除了。对，它会有一些私人因素，所以这部分的意见，据我所知，在之前民办都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整合起来。
老师，我们实际去，虽然说现在是有一群年轻朋友进驻了，但是我们在附近走访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其实假如说民众对于这个地方他有什么样的想象，或者说他对于都更还会不会有人想要这个地方可以再现生机？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呢？那我们这一次清华大学跟新竹市政府一起合作，在这个东门市场建立这个基地，就是希望引进更多的这个青年的创新能量。那这个创新能量引进来，然后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共同工作空间，也是现在时下很夯的这个 co-working space。那大家不只是在做各自的社会创业，而且能够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对新竹城市发展的愿景、想法以及行动力，找出一个公共价值。是。那所以他们这样子的汇聚能量呢，可以把不只是在这个3楼的基地里面去发生，它可以辐射到新竹城市所有的市民。那其实创新这件事情是有2个层面。当我们这些青年团队纷纷投入在这些社会创新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更实质的注意到整个市政的困难或是问题，然后提出一些政策的建议。而这些政策的建议更有机会触动第2个层次的叫做政策创新。所以可以到这么深层的一个是，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整个计划里面，它一方面着眼于市场的活化，但不只停留于市场的活化，我们希望新竹城市的活化也都能够从这个基地慢慢的去酝酿跟发展出来。像宏威这个，大家还会对于这个都更有一些想法吗？还是说它更重要的价值是换回人跟人的连结？在你实际跟周边的这些人，不管是东门市场或是旁边的人，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以前有一个好像是摊商自治协会，那是后来运作就是市场没落之后，就比较没有再运作。那每个摊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也就是说，这些想法也许在现在的这个世代比较不适用吗？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去凸显出来，对，没办法凸显出来，没办法突破现在这个世代的一些可能大环境或者一些主流的观念。那我们学生或者说其他青年团队力量进去之后，我们是试着跟这些旧的想法比较老摊商的想法，还有青年的想法去做一个整合互动，然后希望说可以找到就是既保存传统的一些意涵，又适合于现代这个社会的一个方式做呈现。凋零的市场、沉寂的市场，在一群年轻朋友这些伙伴进驻后，好像有了新的活力。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案例哦，来这个镜头转到台北市的这个新富市场，它就在龙山寺旁边，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但是呢，它也是曾经没落下来了。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玉如，就是要请他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新富市场活化，当时也是改造一个市场的环境，举办了市民工作坊，然后呢带入一些年轻朋友，国小的小学生来到这里，他们打开了一场叫做市场的小学计划，就是带一群小朋友到市场去上课，然后呢真的活化起来嘛。玉如，他这个经验是不是可以拿到东门市场互相来参考，有这样的价值吗？那已经82年的新富东山水街市场，从时代的演变，然后加上交通环境的改变，其实它慢慢的就是呈现一个82岁年龄的一个状态，老太太、老先生了。对，那对那个万华人来说，这一块是非常有就是记忆的地方。举例来说，旁边有3间国小，那他们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那这些在市场里面的经营者，他可能都是念附近的小学。那对万华人，这个场域它不仅是一个生活的场域，更是他们可以学习交流的一个地方。不过随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演变，外面旁边的一个像是大型卖场，或者是捷运带走一些人潮，所以过去他们可以从早上4点就开始经营到半夜，现在恐怕没有办法再拉那么久。现在可能就是7点。开始到中午或者是1点的时间，那时间就差别很大。那我们的观察就是，你会发现说里面的人，慢慢也有年龄层提高的一个状态，看不太到小朋友在里面。所以是觉得这个地方有它珍贵的价值所在，不行因为这样子时间的转变，然后就没落了，看了觉得有点可惜。我自己会觉得说有一些机会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小朋友。就是友善小朋友的一个环境，让菜市场也是小朋友的一个导师。那基本上它可以带给市场新的生生不息的意象。所以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些空间的改造。
其实除了就是这4家空间的改造是针对市场小学计划，我们觉得一条带状性的一个那个菜市场，它可以有几个点，像是有人接到一朵小花，他开始改造环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市场小学计划，然后有切入到环境的改造的部分，还有市场小学教室的一个内部提升的一个想法，还有加上外部人员可以链接在一起，所以这4间的改造就是我们做一个公开的说明会，然后让愿意参与的摊商，条件就是你要跟我们一起打扫 ，OK。先要打扫是不是？当然是不是一般人对传统市场的印象就是脏脏乱乱的，然后环境不是很好，这个是首要去改造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这些摊商，你可以看到说，有些是开放型的空间，他可能对于他自己在销售的一些工具，他比较不会去投资在那一块。举例来说，就其中一个摊商，他可能就是用就算是开放在那边，夜晚可能也不会被偷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经过改造之后，你会看到说，对于人跟像原本这一家花就是在卖花的一个店面，它已经60年了。那他会觉得说，菜市场其实很多水啊等等，他就用不锈钢的一个方式，可是跟人的距离就比较远。那基本上市场已经不再是只是市场人在想这一块地方，尤其是传统市场，它是集结众多的人的一个逐渐形成这样的一个文化意象，所以我们会觉得，对一个城市来说，市场是一个文化累积的一个场域。而我们回到这个新竹市的东门市场哦，你看到附近其实不止东门市场，旁边还有其他的市场，竹联市场、中央市场，远一点还有关东市场，这些都是已经历史很久的市场了。但是他们随着时间慢慢的遇到了状况，就是生意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好，人潮开始没落了。所以呢，现在市政府开始想要来重新打造，希望整顿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中央市场它生意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呢摩肩擦踵，再来还有这个竹联市场，这是它整个的状况哦。那我们看到关东市场，它也是非常热闹的情形。可是像我们知道新竹市它不是有竹科吗？竹科消费力应该很惊人哎，那后来怎么会有一些市场的状况都没有再像以前那么好了？难道它的这个消费习惯有点不大一样，会影响市场的命运吗？科学园区是在我们新竹市的东区，比较偏东边一点。那虽然说它让我们新竹市的家户所得平均是有所提升，事实上我们新竹市的家户所得平均一户大概是140多万，可支配所得是140多万，是全台湾的第2名。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家户所得提升应该是理应会让商业是蓬勃发展。是啊，是。但是可能是由于他消费习惯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竹科上班族来讲，那他的平均年龄是非常的轻，大概最常见的族群大概是30到40岁的这个年龄层。所以我们有观察这些人他们会到传统市场来购物吗？他们到传统市场的几率是相对小的。所以科长是这样说吗？很多市场它都急需要新的活力进驻，可是我们在选它要改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又要考量很多东西，比方说想要把它追求商业利益的话，可能盖成购物中心、百货公司，它会不会更好？可是不见得是适合这个地方的。所以其实各个市场应该都是要找出它的优势，然后去发掘它新的特色。那重新来做定位之后，才比较有可能再重新的来做振兴。这个新竹市东门市场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这个时间轴，把它拉长一点看好了。从它设立到改建到之后它没落了，现在有一群新的朋友进驻在这边，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是不是要追求更温暖的味道？一个复合的老的市场，其实它可以提供是一个非常复合的机能，包括社会照护，然后商业机能，然后一些青年可以实践理想的空间，这些机能到时候是怎么样一起整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让叔叔阿姨们可以更了解说我们进驻的感觉，并不是说让他们觉得说我们在破坏原本市场的氛围，而是想要跟他们一起结合，然后让这个市场更好。会希望说各种产业可以就是再增加一点，对啊，像是一些文创产业。找不到地方，或者是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可以开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政府竟然有提供一个这样子的空间跟
跟政策吧，我觉得大家会更有信心一点。是希望它可以就像台北那个西门啊，一些比较复古的那种市场这样，就是给年轻人进来可以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啊，因为毕竟这边房租比外面便宜很多。希望说进来的人也会有领域可以再更分散一点，更不同一点，这样会比较有一些火花出现。市场会设立的位置都是地点非常好的位置，那因此就是如果能让青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舞台，然后在里面去做一些比较实验性的活动，我觉得相当的适合。如果说能够像欧洲那种市场干干净净的，然后气味是好的，我相信年轻人也会很愿意在市场里面消费。对，因为毕竟现在很多卖场已经也慢慢式微了，因为大润发干嘛也慢慢式微。现在大家比较走有机啊、小农的这种模式来走的话，其实我们动物市场蛮适合做这种比较小众市场的生意。我们听到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地方新的期待，但是宏伟啊，我们进驻之后，有这么好容易去把它改变吗？甚至我们希望它可以当一个青年创业基地，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闲置这么久，已经萧条很久了，可能一时之间要改造它不是这么简单。我知道你们在拉管线的时候遇到一些很大的状况，对不对？进到老空间就是没有表面上讲的这么浪漫，因为老空间里面第一个要面对，我举东门市场为例，它上一次改建是大概是民国66年1977那个时候，那意思是说。很多年来，它里面的各个管线，或者说不管是水系或者电系，都是后来外加上去的。那光要把这些老建物里面的现况盘点清楚，就要花一番功夫。有这样的资源吗？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公司蛮幸运的，我们公司刚好有成员是就是交大建筑研究所的学生，所以他有资源，他有他的专业可以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么刚好，假如没有呢，好像很难哎。对，那也就是我们发现说，要在这个地方就是驻点，或者说年轻人要出来创业，只要跟空间牵涉到的这种创业形态，那这个是他们必要的专业。但是以一个小规模1、2人的新创团队来说，他们不一定有办法触及到这些资源。那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一个，也许我们推出一个叫做共同创业的概念。也就是各个团队里面的可能资源共享或者专业共享，让这些团队用比较低的门槛或花比较少时间，可以找到他们也许需要找到的资源。在创业过程中去彼此互相贡献自己拥有的专业，然后可能是创造就是自己原本可能独立团队没办法达到的一个未来。大家对于它都有很多想象蓝图，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可能像刚刚宏伟说到，这个专业非常重要，还有呢，实际的资源、实际的经费可能也是非常足够。我们来看到东门市场这个案子哦，它把它分的话有3个角色，新竹市政府它是属于这个东门市场土地所有权人，再来清华大学就是进驻希望可以改造的这群伙伴，另外呢还有其他一个单位呢，它是负责提供其他的经费，所以在这样状况下，老师我们的经费会不会玩到最后，其实它会有一点窘迫，因为不是这么好改造的一件大工程。围绕在新竹区域，大概有6所大学，包含清华、交大、明新、元培、中华、玄奘。老师，我可以知道其他学生怎么看吗？或其他的这个教学单位？这里面有6万多名师生，像现在宏维他们的开门工作室里面，就有之前的新竹教育大学，也有交大。也有清大，所以不只是一个单位，它是一个跨校的结合。想想看，这6万多名师生是很有机会走进新竹的，和新竹产生连结，成为新竹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这个机制跟这平台，就是我们现在这2、3年希望建设起来。如果这个机制平台同时还能够把园区产业带进来，那园区产业就可以提供很多的经济的支持。所以有专业、有人力。有经济上资源这方面呢，都透过这个平台跟机制，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其实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就如同刚刚宏伟也在提到说，开门工作室从2015年进驻以来，就跟市场里面的店家有许许多多很细致的交流跟讨论，有慢慢的去酝酿这个合作的连接跟机制。将来这个样子的交流讨论合作机制要慢慢扩展到您刚刚提到，也许是地方上的一些产业代表
或是一些商家或是一些当地人都有可能会影响这个政治人物，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去慢慢要建构起来的一个网络。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个要着重的地方，怎么样沟通，让大家取得一个最大的共同价值、共同的这个意识呢？其实呢，这个地方政府的角色扮演得非常重要，因为呢，只有一群新的年轻人，他要进驻这个旧的空间，想要改造的话，或许这是一个愿景，可是有可能并不是这样。我们来看到其他市场的命运。今天晚上7点钟至8点，在第一市场大中地下室。这边封掉真的太可惜了，然后一定要在这边留下一些痕迹，不能被那些铁皮把这边人原本生活的地方样子遮住。去年8月23日，中樓太市中地嘅市場被鐵皮封起來，也批定中樓業100年按叫為嘅市場，也8年來就啲亞人同茶嘅都動到為金華區用地嘅限。市府原本是說他想要在裡面做一些整頓，然後或者是要開始做改建的過程，所以才這麼急着要把這些攤商一個一個遷出去。那可是後來就是封起來之後，它並沒有在馬上就是更新了，它就一直空在這邊，然後現在反而是我覺得更危險的一個狀態。一種又一種嘅辦簽廣告，講出太市中嘅市場已經數幾多嘢，本來嘅攤呢，你愛想辦法來維持生活。特啥都三體嘢啊，我背漂泊啊。將來就漂亮嘅那些嘅，做完橋都該熟，大家熟悉啊，大家住戶會過來啊，你睇下會咗住戶都填唔到。這些產業它其實在這個地方，它可以說很多故事。他們從日治時期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其實這些都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講的。但是這些東西一旦撤走，就再也沒有人可以去講它的故事了。同樣咪有100年按叫為嘅傳統市場，台中天意公有市場。台中市政府今年唔但將派嚟100重年嘅內地慶祝拜託，還是提2000萬元來漲讓第3批。有一些環保的一些概念，就是說把雨水跟污水做一個區隔，這樣子招牌也做一些那個換新的一些規劃。大埔市場內，上下義工都有兩個超級小食，強利用政策唔會啱啱嘅消費環境，將一道國內外建設嘅人氣，未帶動嘅其他來採亞掉攤嘅嘢生意。5代、3代、2代都有，都從以前那古早味的美食來帶動到現在的青年人的口味。對老年到沒落，喺傳統市場面對現代化嘅商店和個大環境改變嘅結果，一樣嘅改變現象好好利用，讓佢維持下來唔會本然推退，冇天錯佢大嘅傳統市場都會遇到嘅問題。桃園中人鴉片有按到行業，人家下面談一道前人大嘅一個學法。你點麼？中人鴉片呢係頭擺中人人，而約會男窮下嘅時節要約會的一個見面的地方。所以對很多人來講，我們剛剛就看到很多人說對這個地方實在是非常的有記憶，甚至呢覺得老師剛剛講的就是溫度。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間軸呢，你看它也是從1918年市場完工之後到現在。這麼久了，然後中間甚至被縣政府公告說，這建築是一個危樓，所以也希望說要把它改建，把它打掉、砍掉、重練。當時是地方的中壢市長希望他提出改建的想法，但是呢，後來2016年就在去年的時候，我們電視台呢也持續追蹤，就是在這群中壢大時鐘的夥伴呢，他們進駐到這邊辦了一些相關的活動，辦了劇場，而當地的人呢，他們也很希望說，好像有一個新的生機，有一個新的想法，這裡好像會變得不一樣，可是最後我們持續追蹤，卻是發現這裡又被打回原形了，又回到原來閒置的狀態。所以有可能新的能量進駐之後，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案例啊，它其實又停下來，又回到原點了。宏偉，我們會擔心這樣的狀況嗎？因為我們當然知道願景，大家都會說啊。換到新竹這個案例，我們是有在設想說，那這個東西就是如何把我們叫做市政治理者的這個角色，把它整合進整個在地的，不管是老市場活化或者在地舊市區的發展也好，那有沒有辦法說把它納進來討論？因為在過去好像我們在做在地活動的時候，都很就是聚焦於在地本身，但是會影響在地的各個可能我們叫做利益關係人
的各方的观点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很好的讨论，所以我们会期待说有没有办法说建立某种机制，不管是政策面或者共识面，甚至可以走到法规面也好，就是发展出一个属于新竹在地的一个我们叫做旧市场活化模组或者在地社区的活化模组，是我们会去期待这件事情。刚刚你讲到这个交流的部分所以有哪一部分可能现在还缺了这块拼图的嘛？要去整合，不管是你刚刚说的公部门，还是说在地的地方，它是有一个困难，可能现在也微微卡关。对我们来说，现在我们在就开门工作室在东门市场里面角色比较像是一个同时跟驻点的摊商或者青年团队互动，然后又跟可能是产业界或者学术界互动，然后同时也跟管理单位新竹市政府互动的一个中介角色。那未来我们会期待说，很多的声音可以不需要透过我们这中介者，我们可以创造某些场合，然后邀请这不同的我们叫利益关系人进到这个场合，然后在某种彼此信任的安全机制下面，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然后真正达到说，有些消息或者有些想法可以做第一层面的第一线的交流。所以现在状况是不是有一点大家不信任？这个是要去突破的地方。老师，这是一个困难的所在。是，恒威刚刚谈的是一种公共论坛的这种期待跟想象。那公共论坛要让它真正谈出一些东西来，就是大家实际操作面的问题把真正的感受跟想法就是提出来。然后不担心跟别人的差别甚至冲突，我们慢慢调，然后寻求出一个有创新性的一个共识。举一个非常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像开门工作室他们去年在试图做彩绘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彩绘的活动一开始可能对于既有的这个店家，他可能不是那么明白这个彩绘到底要干嘛，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干嘛来画我家的门口这样子？对。那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操作方式。那有一些可能尝试示范的点，那这示范点以后呢，再让店家提供一些他们的回馈意见，然后再慢慢再把店家带进来。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一步到位啊，就是说我今天就要把所有的人都带进来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这边其实是蛮想特别为我们新竹市政府鼓个掌，因为新竹市政府我觉得他们这一次有一个企图心，又有一个远见。我们不再是办一次活动，办2次活动。我们是真正要建立一个基地，又透过这个基地，把刚刚我们在期待的这些平台啊、机制啊、论坛，真正能够建立起来。没有基地，我觉得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活动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有的基地，每一次活动就可以延续累积，然后让这些事情能够进步跟成长。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清华大学有机会跟市府合作做这些事情，也希望能够对台湾社会很多方面的类似的发展提供一种可以参考的经验跟模式。不过这需要很多努力，我们正在努力中。好，接下来请教玉罗，可能要让这个活化起来之后持续营运，这才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愿景可以想到很远的短中程，我们通排出来，未来最好是它可以更活络、更好的地方，甚至我们说的温度、感情，全部都建立起来了。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不一定是想要创造它新的这个利益的价值、商业的部分。我想传统市场它代表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还有地方的记忆的一个培植场。那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带给整个菜市场，把它链接在一起。过去可能各家做各家的生意，现在我们在谈的是整个区域怎么样去共同带给这个地方更新的一个我们说的时代价值的思维。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首先要把市场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是让他们产生共识，那让大家一起有共同的目标。那怎么样去做？再把外面的人创造一个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边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场域 ，OK， 是跟着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而不是认为它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光是老东西是不足够可以让市场继续走下去的，而是怎么样让它真正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带新的，应该是说，让市场产生新的就是存在的意义在里面。
那玉茹，你会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说老的东西就是要保存，甚至像老建筑也要把它翻新活化，好像慢慢的大家发现了老东西真的很好，但事实上是这样吗？还是说他应该要去发现的是什么的核心思想啊？我们通常都知道说，在学校我们念的很多是课本的知识，但实际上到生活的层面，我们反而对生活有很大的距离落差。或者是我们在学校，我们说这边要维持，这边要整齐清洁，可是一走到市场，我们会觉得说，哎，怎么跟我在学校学的不一样？所以其实我想把这样跟刚老师提到，把整个知识的领域扩大到整个环境，其实是一个全环境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更多东西在里面交错，更多人跟人之间怎么样把这样一个比较复杂性的学习带入我们生活领域里面。那菜市场是最好的一个学习场域了。它有垂直的、平行的，它有各式各样的那个世代，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经验在里面。那它是一个宝库，它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就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香蕉怎么卖，或者什么东西怎么卖，一斤猪肉要卖多少钱，对我来讲并不 care 啊，我只要把卡掏出来刷了，BB过去买回家，这样就好了。它还有什么价值？会不会有人认为？我从小跟着妈妈去上菜市场，然后陪在妈妈身边，看着妈妈跟这个店家摊商在那边交易，我永远都有一个问题：这斤两怎么算？我永远有这个问题：这些鱼是哪些鱼？这些菜他们从哪里来？可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机会去让他在我的生活中了解，或者让他变成一个丰富的生活。那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被便利，所这个取代了过去比较丰富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比较匮乏一点。那我刚刚特别提到说，在新竹地区有好几间大学，有这么多园区的员工，他们平常如果是去 Costco 去大卖场买东西，很快速啊，无非就是一个便利，可是那个便利没有生活感。但如果像东门市场这样的地方，它重新能够让我们去提供一种比较丰富的生活场域，所以我知道像这个水月这边有发展很多像市场小学的计划，就是希望让市场成为一个丰富的生活场域。这个是现代人越来越少。计划可以复制到我们东门市场吗？可以听听看宏维的意见。水月的市场小学计划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启发。我们也因为就是看过计划的案例，甚至就是我自己就到那个东山水月市场就走2、3次，然后看过之后，我们有些行动也是依照这种精神去推广，包括我们也是引进就是周边的可能是教育者、教育工作者或者教育系的学生，甚至学生家长进来做过就是1次的工作坊，然后挖掘出这个传统市场可以给下一代，也就是小朋友们什么样的一些意涵。所以我们已经办过了一些亲子的活动，对，然后我们就依照这次的想法，然后去设计一个给小学生的营队，就回馈怎么样啊？也实地执行了。那次之后，那次参加者应该有40几位。那当然有蛮多的现况需要突破，包括市场的环境有没有办法让适合这种活动举行。那同时也有就是可能一些家长或者小学生对于传统市场想象，还有东门市场有没有办法迎合这种想象？那从这些活动中，我们慢慢截取出两条轴线。第一条轴线是由内而外的，就是现在的东门市场，它要传递给整个社会什么样子的意义，或者什么样子的文化。那第二条轴线是由外而内，也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生活模式里面，对于传统市场这个存在的要求是什么？这2条轴线，一个是由内而外，一个是由外而内，会在哪个地方交错、碰撞、擦出火花？这是我们未来要去努力去定义出来，甚至说要一起共同把它塑造出来的一种。所以这是我们未来要继续加油的地方了。对，没错。OK， 空间不只有怀旧而已哦。最后，玉如您有要补充一下是吗？在这边哦，其实我想提出的是一个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它到底可以有哪些可能性在里面 ？OK， 那我觉得如果去做盘点的话，你会发现说，有些东西不是只有像我们刚刚说的越便利，然后越就是有些太简单的东西，持续的在侵蚀我们过去
很有那个很有味道，人跟人之间，对，慢慢的那一块空间就越来越少。可是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愿意花更多的就是时间还有耐心，去让这些东西，然后慢慢培养出这个时代它的，我想说是时代的一个价值的观点。那这件事情需要大家的共同的一个投入。而且共识很重要，就像刚刚所说，都更案，或者说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可是最后因为大家意见没有办法交流整合起来，没有一个共识，所以最后的一个新的可能最后没有结果告吹，所以这个整合的力量其实是蛮困难的。没有，其实所有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制造一个沟通的机会，我想。那像都更案，其实它也是在制造一个沟通，怎么样？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想要保存下来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这社会就是透过这样沟通继续前进。这个请教科长，科长这个案子啊，东门市场已经沉寂了那么久，当然现在有很多新的能量进驻了，然后对这个土地所有权人新竹市政府来说，好像不用花太多的力量，就有一个新的可能会出现，好像蛮好，蛮有价值，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哎。是，对于政府来讲，政府它其实我们肩负着这个公益的这个政策目标，那所以如果今天东门市场它已经非常老旧，如果我们今天是花了好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去把它直接来做个整建，一个从上而下的这个方式的话，事实上因为后续的效益到底怎么样是很难预估的。如果我们重新整建之后，它还是一个对也有可能失败，营状况不好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那等于是说这个工厂就没有钱都拿去丢在大海里面。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有这个计划，是因为这个计划我们先投入了一些经费，我们大概会花200万元来进行一些整修。那希望说我们整修完毕之后，那让青年进来，那让青年可以跟这个传统的这些摊商来互相的交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让双方彼此了解，也让这个世代当中彼此了解之外呢，它可以有一些商业经营的模式或者是消费模式的一些交流，那进而让这个东门市场的这个商业状况可以改变。如果这个商业状况一旦它产生一个结构性的改变的时候，那届时可能大家对东门市场想象就会跟现在是有所不同。对。那届时我们的经费要怎么样的去运用，怎么样去投入，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OK， 一个空间哦，它可以说故事，而且它是一个世代的价值所在。所以，假如说呢，这个空间、这个场域随着没落，它就这样没有了，是不是它身上所承载的价值也就这样不见了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要活化、要进步、追求城市的发展，我们都希望环境可以更好。可是呢，透过这个案例，还有很多其他的案例，我们今天也一起看到了，可能在一个活化案子之下，一个任何的一个案件之下，有可能因为各方的势力拉扯，甚至呢有一些不同的盘算、不同的考量，都有可能影响这件案子有没有办法成功，有没有办法展现出新的样子。今日透過新竹市也嘅東門市場嘅案例咧，向下來見面看啊新同 Q 嘅價值。準備係飛，出到一片，感謝大家收看，再飛。